Hello， 大家好，我係 Estelle。最近我喺內地抖音咧見到個現象就係越嚟越多人開始講 GEO 同埋 GSO 咯。咁其實佢哋係咩嚟嘅呢？好簡單 ，SEO 就係希望我哋嘅網站喺搜索頁面度排喺最前面。GEO 係希望 AI 喺回答問題嘅時候可以提及到你。GSO 就係希望我出現喺 Google 一個 AI 嘅 summary 摘要裏邊。本質上面咧，佢哋都講咗同一樣嘢，就係我點樣令到我品牌出現喺 AI 嘅答案裏邊。但係我選擇用一個咁貼切同埋咁容易明白嘅名去稱呼，叫做 AIO（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ptimization）。因為真正嘅問題唔係點樣被 AI 提及一次，而係點樣令到 AI 信任我個品牌，從而推薦我個品牌出去。當搜尋變成對話，當個答案係由 AI 生成嘅時候，品牌嘅競爭已經唔係再係諗緊自己排緊第幾名啦，而係究竟我品牌能唔能夠被 AI 信任，點樣先符合 AI 嘅信任條件。所以接下落嚟呢，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 framework， 一個框架，叫做 AI 信任金字塔。我會話俾你知 AI 係點樣建立個信任，點樣判斷個品牌喺行業裏邊嘅權威，點解有啲品牌會被推薦，點解有啲永遠都唔會出現喺 AI 嘅答案裏邊。因為 AI 唔會推薦廣告噶，我哋都唔可以喺 AI 度落廣告啊。AI 只係會推薦佢認為值得信任嘅內容。呢一個就係未來10年嘅行銷新入口。我係 Estelle，如果你中意 AIO 嘅內容，歡迎 follow 我，了解更多。